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日是1月初5，诗篇14篇1节到7节。讲人心内讲，无上帝，因拢腐败，最可恶的代志，无甲一个最好。上主对天压落来看世间人，要看有明理、有追求上帝的人也无，因拢行迷路，平平变做有诶，无人最好，连一个拢无。最歹的人，咸拢毋知，因吞食我的子民，亲像在食饭。因无求救上主。最歹的人为大惊吓，因为上帝伫义人的中间。善巧人的计划，令互因失败。不过，上主是因的避难所。愿以色列的拯救对锡安出。彼时，以色列会欢喜，雅各会快乐。愿上主带伊受掠的子民倒转来。诗篇的作者伫遮对伫遐个愚妄的人伫遐来宣告，因的做歹到尾拢是爱惊吓，因为上帝是伫义人中间的上帝。虽望这歹人用尽计谋要来陷害人，总是以色列的百姓要受上帝的拯救。迄个时，百姓就要欢喜，因为上主要带伊受掠的百姓倒转来。伫咱的所行顶头，咱是毋是所行是正直，互上帝通欢喜？咱所行若是合上帝的心意，上帝就要踮伫咱的中间，愿主时刻甲你撒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